澳門6大片區活化計劃迎來新轉變，以往由博企負責，將會交棒俾近日成立嘅片區發展中心接手。片區活化計劃由2024年開始實行，原意係由6大博企分別負責6個片區嘅活化發展工作，其中草堆街作為片區之一。記者現場所見，當時進駐嘅商戶已經結業。對於今次片區有新嘅發展計劃，該區嘅商戶持觀望態度。可能有啲基礎設施嗰個方面啦，因為有啲區都比較舊啦，咁可能喺基礎設施嗰度着手啦。咁啊，譬如喺基礎設施，同埋美化下啲街道啦。咁可能即係可能條街有啲即係咁講啦，可能鋪下石仔路，鋪到就鋪下。咁即係等啲遊客覺得呢條街影相都好睇啲啊，咁樣嗰啲咯。支援計劃咁後期都係做生意都靠自己嘅，咁啊都係做好自己啦。咁啊大環境大方向做到更好，咁梗係引入到更多遊客，咁梗係更好啦。咁啊，因為咧未試過就唔知道，最緊要用個心出嚟對市民。即係澳門人，邊個做其實就冇乜問題嘅，最緊要處理得公平公正，唔好走埋一邊。走埋一邊呢，就對有啲幫助到，有啲啊幫助唔到。商戶指出，以往博企會有專門嘅團隊同佢哋保持緊密嘅溝通，期望喺新嘅模式下，仍然能夠將商戶嘅意見有效傳遞到新成立嘅片區發展中心。對於由博企轉為民間團體，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，以往每間博企負責一個片區，會出現各自為政嘅情況。現時成立片區發展中心統一籌劃，有助加強片區間嘅連結。位於澳門半島呢4個片區咧，其實佢地方你唔會話相差好遠㗎，基本上都係相近，係有條件透過一啲好理想嘅步行系統啦。再加上一啲好嘅聯動路線啦，點樣有效串連埋一齊，咁樣先可以令到我哋遊客唔會話嚟咗個片區，由街頭行到街尾，咁啊完咗就其實好快就完㗎啦。咁點樣有效聯動，令到我哋旅客可以行遠啲、行耐啲，更加好了解成條動線。我哋我哋澳門特別係中南區呢一帶嘅一個歷史文化肌理，各自嘅一啲我哋嘅商業特色等等，點樣更加可以俾佢哋深度咁樣去了解。我諗呢個都係關鍵嘅，因為呢個亦都更加係如果做得好嘅話，我相信有條件，甚至乎可以增加我哋旅客留澳居住日數。李良旺表示，博企投入資源，除咗資金上嘅支持之外，仍然係可以發揮企業嘅影響力，增加片區發展嘅可能性。有經濟學者同樣認為，民間嘅團體對區內嘅情況較為熟悉，有利於籌辦適合該區商戶嘅活動。佢唔係專長啦，可以咁講。對社區嘅認識，咁有可能係即係未必夠一啲，譬如街總，因為街總我哋知道唔同嘅區份都有當地嘅街坊、當區嘅街坊會啦。咁啊，可能唔夠啲街總對於當地個情況嘅認識啦。咁另外，我覺得有一個優勢咧，就係似乎係即係譬如呢啲社區團體啦，佢個動員能力、佢嘅效率會唔會係仲加快過係熟悉過譬如博企啦？李振國認為未來片區發展中心可以加入更多團體參與協調工作，平衡各方面嘅意見。